家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因为最近疫情较紧张，大家拢希望疫情规模会当愈来愈缩小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模，规模的模。这个模就是做物件的形，咱讲模啊。若专门做过的形，落落去的所在有雕刻花草，咱讲龟模。外形亲像面的形，咱讲面模，嘛有人讲面模啊。抑个咱人的身躯，若是细一粒一粒，或者是整整圆形的物件，咱讲一模。像讲互网啊顶一模。另外，这个模嘛会当算是做物件的单位，像咱讲一模豆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面模啊，就是面形、面纸啊，嘛有人讲面孔。第二个词读做骹部手印，意思就是手印和骹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和因老爸会当讲是同一个模仔印的，面模啊真相像，和较早拄出世的骹部手印，都和因老爸同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模提供予大家参考。